馬太福音第3章。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，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：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。這人就是先知以賽亞所說的。他說：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，預備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帶，吃的是蝗蟲野蜜。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，並約旦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，承認他們的罪，在約旦河裏受他的洗。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，就對他們說：毒蛇的種類，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憤怒呢？你們要結出果子來，與悔改的心相稱，不要自己心裏說：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。我告訴你們，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。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，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。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，叫你們悔改。但那在我以後來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。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。他手裏拿着簸箕，要揚淨他的場，把麥子收在倉裏，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。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旦河，見了約翰，要受他的洗。約翰想要攔住他，說：我當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這裏來嗎？耶穌回答說：你暫且許我，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。於是約翰許了他。耶穌受了洗，隨即從水裏上來，天忽然為他開了，他就看見神的靈仿佛鴿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從天上有聲音說：這是我的愛子，我所喜悅的。